市府去年首次伫大台南会展中心举办汽机车大展，吸真侪爱车人士已经市民朋友到场参观，因为现场路线规划好，各厂牌的汽机车、电动车参展踊跃，加上舒适的展场空间，后袂少来这看展的车友，拢获了真悬的评价。去年人潮很多，样式还有各个车展，还有很多厂牌，觉得不错。现在场地很好，规模很大，场地很大，有可以看到很多新款的车子。然后你如果详细去看，他会帮你做很棒的介绍这样子。然后也遇到车友，这是非常开心的事。黄伟特表示，台南是汽机车零组件产业发展重点，也是培育隐形冠冠的摇篮。真侪高级车种的零组件，拢是 Made in Taiwan， 这拢是打造台南经济以及带动汽机车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。市府欢迎民众以及爱车人士1月26到1月29，做伙来到台南车展参观。1月26、27、28、29这4天在台南将发生大事，就是我们的汽机车大展。那这个部分是今年是第2年举办。但是因为去年举办获得了广泛的好评，许多市民朋友们以及南部的好朋友们纷纷要求一定要再加码办。因此呢，在2024，也就是台南400的这个时候，我们加码举办了这个2024汽机车大展。那为什么叫加码？因为我们今年除了汽机车零部品之外，除了汽机车之外，还有这个许多新的概念，包括零部品，包括这个新能源车电车或者是电动车。这些通通都来参展，也感谢我们《工商时报》能够承接这个展览，能够把这个展览办得越来越好。经发局说明，台南汽机车以及零组件制造业总共有574间，伫112年产值大约有641。希望伫去年第一届台南车展圆满成功的基础下，会当汇集相关产业资源，为台南创造更多商机。2024台南车展，这次规划总共有530个以上的单位，包含汽机车零配件展、新车大展、重机甲二轮车展，以及汽机车周边产业展等4大主题。参展厂商超过120间，每一天还佫有小叫早来精彩表演，欢迎市民大众以及爱车人士填写问卷，免费完成入场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